夢迴逃星咧係一個關於尋索同埋流放嘅劇場演出嚟嘅。咁呢個作品嘅靈感咧就係嚟自一個葡萄牙嘅作家José Saramago 佢嘅一篇短篇小說叫做《人頭馬》。咁人頭馬咧係一種半馬半人嘅古代生物嚟嘅。咁佢喺外界咧就不為世界接納啦，同時間咧喺佢嘅內心入邊咧，亦都一直充滿住理性同埋野性之間嘅衝突。咁喺今次嘅創作過程入邊咧，我哋就嘗試將呢種咁樣嘅感受放喺兩個唔同嘅人物身上。佢哋喺現實世界入邊咧，好似冇乜交集過或者相遇過咁樣，但係喺類似靈感嘅咁嘅層面入邊，佢哋又好似互相感應過對方嘅一個存在咁樣。我哋劇團咧，其實一直都好希望可以致力做到一啲係跨文化地域嘅一啲非語言嘅一啲製作嘅。咁今次夢迴逃星都係憑住呢一個嘅目標去做啦。我哋覺得其實劇場裡面共振係好重要嘅。咁除咗觀眾去理性去明白一啲敘事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觀眾係潛意識可以跟隨呢個共振而進入到我哋嘅經歷呢？透過今次我哋古典吉他手、舞者同埋演員3位嘅合作，觀眾透過感官直接由身體同現場音樂所發出嘅震動，呢個係我哋覺得最直接同埋有力嘅體驗方式。今次夢迴逃星咧，我哋仲特別安排咗有一個現場嘅古典吉他樂手咧一齊參與我哋呢個演出嘅。因為咧古典吉他嘅獨奏咧，好多時都俾到一種比較孤寂嘅感覺俾我啦，偏向係一種自己同自己對話嘅一種感覺咁樣。咁今次咧，我哋特別揀選咗嚟自 José Luis Merlin 嘅3首咧，同回憶啦、同愛啦，同埋同馬匹有關嘅3首古典吉他嘅組曲，咁就嚟同我哋演出嘅內容咧嚟一個感應層面上面嘅對話嘅。仲有好多其他設計上嘅元素，其實都係向住呢個目標去進發。譬如燈光方面，其實我哋點樣可以由一個人，我哋每日其實可能都會有感覺到自己喺好完全黑暗嘅時間，但我哋點樣可以喺完全黑暗裡面，跟住去感受到光，跟住去揾到自己嘅出口。咁喺表演方面，其實今次我哋都係一個肢體劇場，咁所以我哋語言去理解嘅成分相對係低一啲。所以以上所講嘅所有嘅設計嘅配合，我哋希望可以構成到一個真係感官嘅一個世界，變咗佢裡面能量嘅流動、思想嘅流動、情緒嘅流動，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咁多嘅設置同埋合作，觀眾可以感受到劇場仍然係一個好有力去感受到生命力嘅地方。